匯豐私有化恒生嘅文件一出，真相終於浮面啦。恒生嗰盤數究竟有幾嚴重呢？截至到2025年嘅6月30號，恒生嘅 CRE 貸款入邊有37% 係無抵押貸款，借錢俾人有30%幾係唔使擔保嘅。第二個數字仲得人驚，不良貸款平均貸款嘅估值比率去到71%，層樓值100萬，恒生借咗71萬出去，但係工商鋪跌咗70%，市價得返30萬，你借出去嘅錢唔止蝕，仲可能蝕埋部本金，有排都未填得返個窿。唔單止咁，半年之內高危貸款由294億急升到去668億，暴增超過1倍。所以匯豐點解要做呢單蝕本生意呢？明明係家醜不得外傳，自己個仔要自己執，但代價就係匯豐自己嘅資本受壓，連股份回購都要停3個季度。如果1月8號法院會議同股東大會一致通過嘅話，恒生就將會喺1月14號之後就截止買賣，27號就正式除牌。呢個陪咗香港人幾十年嘅老字號，咁就玩完啦。早排大華已經爆煲，下一間要執包袱嘅，唔通就輪到佢？我係金仔，下集見，拜拜。